多谢宇秀，这嘛是意外伫南投关德山镇一间铁厝发生起爆的意外。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时，先发现一个35岁查甫人的头壳顶插一支钢钉，意识有清楚。另外一边，阁有一个33岁一个细汉的查甫人，伤势真严重，双脚拢断去。决定去绑另外一条止血带，2个人一起绑。查甫人倒伫涂骹疼甲一直挨，伊的双脚技术是互木材上手烫甲碰着伤，伤势是真严重。他的腿在哪里啊？帮我去看那条，这是他的腿。对，拿过来。救护人员发现伊的双脚骹头有以下到骹膊的部分，也就是规支的骹肚拢因为爆炸烧甲烂去。小腿嘞？找不到了。救护人员一边指挥，一边伫咧铁锤仓库找伊的脚，最后敢若找到2支的脚盘，骹肚的部分因为爆炸变甲脆糊糊。脚踝这里就是剩下是碎骨头跟组织，整个是烂开、炸开的状态。他的膝盖这里，膝盖大概中间以下也是不见嘛，可是这里也都是碎骨头。意外发生伫咧南投德山镇这间铁厝仓库，当时也有一个32岁细汉的查甫人，钢钉啊插入比伊正面的额头，互紧急送病院。也毋过伫咧仓库内底，这个38岁细汉的查甫人双脚断去，又阁无法度接倒转来。伊的老母听到这个消息是真艰苦。伊都若工课，伊就去做啊，无工课就无工课啊。应该是我无早做啊啦。2支脚呢是要搁做啥？有啥我头做？发生爆炸上手烫，意思就是这种空气压缩机。保养厂的厂长讲，这种的机械若要使用，一定爱细腻。计时器如果坏掉的话，有人工一直烫，它压力会大，没有办法停住了。厂长表示，这种有气压的压缩机一定爱固定换机油，而且上少1档就爱保养1摆，就是惊器械故障会发生爆炸意外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